台中一间私立高中有2个学生，那像是无欢喜老师的管教方式，竟然抓查囡仔走去便所，甲老师拍，落尾更唔承认。学校决定要甲因记2支代告，嘛要求家长带回去管教5日。学生像平常时共款行入校校，不过这间台中市私立高中才拄传出校方暴力事件，有2个电子科的1年仔，若像不满姓黄老师伫实习工场的管教方式，车执野棍去攻击当咧便所的姓黄老师，校校也已经出面证实。之前在工厂产生了一些嫌隙，老师的管教嫌隙，也导致这些学生有一点这个误会。那后续呢，我们就请学生约谈。那目前约谈当下，学生是不承认的。有看到目前就是有2个学生，在那段时间有在走廊还有进厕所，这个部分。校方表示，姓黄老师伫这间学校已经教5年，平常时教课拢真认真。被攻击了后，送病院诊断出头部受伤，目前踮厝休困。学校已经完成校安通报，启动学生辅导机制。姓黄的老师也去派出所提告上害。接获黄姓民众报案称，其因遭伤害，故至本所报案提告。警方于第一时间即受理报案，并调阅监视器后，通知相关涉案人员说明，依法函送侦办。人本基金会表示支持老师提告的权利，不过教育局甲学校应该将事件调查清楚，确保学生表达意见的管道和老师支持系统运作正常，才会当挽救师生互相无信任的问题，预防暴力事件再发生。教师的支持系统。好，让教师遇到任何管教上的困难，或者是教学上的困难，都可以有一个系统可以支持他。所以这整个事情其实是教育行政要负起最大的一个就是责任啦。台中市教育局也未对外说明，校方表示，因为2个学生唔承认是因做的，已经甲监视器画面交予警方调查，也召开学生总庭委员会，决定将2个学生记2代告，交予家长带转去管教5日，后礼拜开始实施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